大大好朋友，爱订我频道。来做手工，囡仔兄囡仔姐，咱先扫 QR code， 把阿公的图印出来，做伙来凹纸。有画册的记号，代表有小可困难，会当请大人斗相共哦。咱先拿夹刀，顺这边仔甲图夹落来。夹落来，伊就变做安尼一张四四角角。咱放伫刀顶，互阿公的目睭伫顶悬，喙伫下骹。中央有一条虚线，咱先来凹这条线，先并过来，倒凹起哩，边仔尖尖对好准。伫虚线遮，镜头行过。甲凹互大底，安尼就变做一个三角形。阿公甲你相对上，即马咱并过来，互阿公的喙对你的身躯。遮有一条虚线，对虚线凹落来，同款用镜头搁行一摆。互大底，换另外一边，遮嘛有一条虚线，同款对准虚线凹落来，你的镜头搁行一摆，凹落来是安尼，你的甲我的敢有同款？搁来，这个爱较细腻的哦，你看顶头有两个角，这搭甲伊凹一个细细的三角形。遮无介好凹，你会当用你的大头毛斗相共，甲伊饲条咧凹落来。另外一边嘛是同款，用大头毛饲条咧，甲凹落来。即马遮有一条线，咱对这条线凹起哩，同款用你的手指头行一摆。另外一边。同款甲伊凹起哩，凹互大底哦。这是阿公的耳仔，两个三角形。即马到遮，你敢拢做好啊？即马甲阿公搁平平，过来，咱找看阿公的喙伫倒位。尖尖的凹起来，就看到啊！遮有一条线，为遮规个凹起哩。同款，手指头搁行一摆，刷落来。阿公的鼻仔，这尖尖的所在，凹向身躯这边，甲伊凹落来。你看，喙齿看到啊！咱即马甲这个三角形尖尖遮。凹入去内底，安尼就袂扎着喙啊！你凹的，甲我凹的，敢有同款？检查看卖。你看，阿公遮怪怪对无？这喙皮肉也袂凹，咱甲阿公平平，喙皮肉伫遮，甲凹一丝入来。遮嘛同款，甲伊凹入来。好，即马咱搁甲伊并过来，就要完成啊哦！你若想要搁较古锥的，耳仔这个尖尖的所在，会当凹向外口，凹一丝丝就好。遮嘛会当凹一丝丝啦。上尾一步，咱爱摕钩来甲遮钩者。莫伤济哦，画好了后，甲伊固定起来。阿公完成啊！欢迎甲你的作品翕相，寄 email 给阮，也是传到呆呆 Friends 的面册专页。多谢。嗨，
若是你有介意台台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市站分享订阅频道。多谢。